往左边吗？往街路那边，往街路那边走。给他打唱大声一点。嘿呀，嘿呀，嘿呀，呼哎呀，呼哎哈嗨。哎呀，呼哎呀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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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哎呦，因开呀，呼哎呀，呼哎哈嗨。哎呀，呼哎呀，嘿呦哎呀，嘿呀，嘿呀，哎呦，因开呀，笑容，呼哎哈嗨。脚跟。只有第一次下而已哦。
继续啊。哦。那就，他也会给各位马卡龙一点建议啊。等一下我们他们还会最后一次就要休息了。哦，是啊。还很棒。然后看怎么样再给他们建议。好，谁过来的？我可以讲话吗？可以。来，你坐下。我先拉筋。那你可以小便。我真想问你这个问题。第一次借一下厕所。但是那天如果丰年祭正式的话，给上一开始是男生先出来到会场，你们不是要跟拉电话那个给他龙爱他们主席台不是先敬礼吗？才可以开始跳，有没有？敬完礼的时候，慢慢跳的时候，然后差不多你们就可以带，男生先出来跳，然后带到你们的休息区以后，女生再开始加入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因为把卡龙爱的时候还没有让女生进来，只有马拉嘎布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子做。哦，是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哦。哦，马嘎布的时候，结过婚的女生才能进场。对了，结过婚的时候。但是因为我们这些人都不小心没有结婚，但是有孩子了，我补充这一点了哦。就是你们去跳的时候，可能阿张或身心或是其他你们年纪比较大的稍微注意一下。敬完礼了以后，男生就稍微会开始正式跳水，到休息区女生再慢慢加入这样。哦，这样了解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是练这个舞，所以先一起跳的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开始跳。哦，先练着，先习惯自己唱啊。好，记得是这样子唱哦，试着唱啊。打这个正统。哎呦呀，路海呀，咿呀哦海呀，哦耶呀哎呦呀，哇耶呀哎呦呀，一路海呀，咿呀哦海呀，哦耶呀哎呦呀，哦耶呀哎呦呀。一路海呀，咿呀哦海呀，哦耶呀哎呦呀，哦耶呀哎呦呀，一路海呀，咿呀哦海呀，哦耶呀哎呦呀，哦耶呀哎呦呀。这首歌哦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这是拉电话进阶的时候唱的歌，我简单一定要跟你讲，这是历史，这是拉电话的歌。好，一路海呀，咿呀哦海呀，哦耶呀哎呦呀，哦耶呀哎呦呀，一路海呀。
这也是拉电话的哦。拉电话的，吃一下拉薯条。哦，水，整齐哦，不错哦，有冠军哦。对，女生要想办法拉高音。就是女生用高 key 来唱，难怪阿美族的妇女会那么高音，被逼的。自然处境。哦呀那呀哦嗨呀，哎呦咿呀哦哎呀咿，咿呦咿呦咿咿呦咿哦耶呀，哎呦哎呦咿哦呀，哦呀那呀哦哎呀，哎呦咿呀哦哎呀，咿呦咿呦咿哦耶呀，哎呦喊哦咿呦咿哦呀。哦呀那呀哦哎呀，哎呦，漂亮，很厉害呢。哦，很像哦，很强啊，他们很有心，这就对了。喊后一样的。哦呀那呀哦哎呀，哎呦咿呀哦哎呀，咿呀哦哎呀，哎呦咿哎呦。这是整场直播的歌里。哎呦咿，哎呦咿，哎呦咿呀哦哎呀，能不能出不念？咿呀哦哎呀，哎呦咿，哎呦咿呀哦哎呀，哎呦咿，哎呦咿，哎呦咿呀哦哎呀。我们的2下，尽量整齐。Yes, baby. 吞气啊！往后儿。唱。咿呀哦哎呀，哎呦咿，哎呦咿呀哦哎呀，哎呦咿，哎呦咿，哎呦咿呀哦哎呀，咿呀哦呀，哎呦咿，哦咿第二步了不能。哦哇，踩一下，踩一下。哎呦咿，哦咿哟，哦咿呀，哦咿呀，哦咿呀，哦哎哈哈。去学了。一下就好了，两只脚，小心踩到，漂亮。因为这个要配合铃响，有一个叫和铃，这歌嘿，你是误会了。对对对。但是很有声量。给赛龙唱歌，那个是要求在重点。唱。哎呀，哎呦，手可以往上摆，没关系。
那抓不上过。对，很漂亮。这首歌谁出来？这个手会这样已经很难了，这个年纪。也要感谢神明，他自己一个去找他的才有其这首歌要签名。所以你不觉得现在年轻人很不喜欢低头？蹲低一点哦。蹲低一点。好，哎，对，也要。再走啊，低头。低头，不要抬头。手再低一点哦。应该都有想这个是震撼教育的。身心要。李老师，你在家里吗？今天要不要教一下？其实他第一天打给我的时候，我很感动了哈，我非常感动，因为我自己也忘记说要带你们跳舞这样。
那很感谢他，然后他帮我召集你们来这边，我们是不是也先给智商还有身心他们2位？其实他内心在暗爽。哦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其实是很有心的啦。哦，那我知道各位可能在现在暑期这个阶段，可能有的人是因为读书要工作，或者是原本就在家里无所事事，哦，讲话比较直接哦，请谅解。但是你们今天会来到这边，会到我家，哦，去学你们想要学的歌跟舞。老实说，我非常惊讶，惊讶的地方在于，你们学一学，你们遇到错的地方。你们会先休息一下，可是你们不会逃避，你们会继续跳下去。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感悟，需要有这样有活力的。我们不要跟别的部落去比，谁比较厉害，谁比较厉害，那个人比人气死人。我们只跟自己要求自己。你们能够在这边，我相信你们可以接着以后你们长大的时候，马拉卡布的时候，成立阶级的时候，不管叫拉什么都好，你们要把这份力量跟感动。感染到你旁边的朋友，或者是很久没有回来的嘎布，你告诉他，你们曾经有1年的夏天的晚上，曾经将近几天的时间，你们在这边一起做，共同完成一件事情，那个是很感动的。可能现在讲对你们来讲很深奥，等到你们过了几天丰年期过后，你们可能再去细细品味我所讲的这些话，你可能内心会有一些同感。对啊，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子。以前的我们，现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你们在做什么？那今年的这个时候你们又在做什么？那么你们会不会期待明年要进阶的那个晚上，你们会想做什么？哦，这个我把这个期望跟希望丢给你们自己。我希望当然不是只有圣心跟智商，我希望你们卡布里面还有更多个圣心跟更多的智商，你们都可以一起带，无论年纪多大多小。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拉直播的学长，哦，我们再给王大哥掌声。在以前哦，我们都是讲阿密斯的话，但是现在也许可能大家学的法语跟美语比较标准了，所以就讲国语了哦。好，那很开心你们找我来，其实我很紧张，每次在教的时候，其实教错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讲。其实我都唱错，但是很感谢你们，非常感谢你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去教你们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你们这些年轻人看到你们有活力，真的很好。我已经快30岁了，非常开心看到你们。我的嘎布现在还在我家，对，我的嘎布还在我家。可是我为了你们回来带，因为我知道说你们很想跳，甚至刚刚有几个人可能。建佑刚刚打电话给我说，学弟学妹他们现在有一个地方卡住了，然后我就过来了。那其实我刚看的时候不是卡住，只是不小心暂时迷路了，你的头脑暂时迷路了。现在找回来了，你找到那条路了，坚持下去哈，交给你们。你们以后自己的问题，如果真的遇到很难的问题，随时欢迎找我们这些学长，我们都在，但是。你们可以先试着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，先踏出去，先解决看看能不能解决，不能真的没办法解决，再找我。有拉199，有拉高铁，有拉千禧，拉高峰，拉直播，拉布拉多一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真的很棒，因为这是我所看过的，我可能没有带过拉199，那我很感谢你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教你们。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也许明年有机会，或者是今年丰年期过后，我们这个不要断掉，我们让它去延续。你们可能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，不是只有独立的歌跟舞，你们要学的还有很多。我自己也在学，怎么去潜水，女生怎么去编织，女生会去绣哈罗服给你心爱的男人吗？这个问题丢给你们。在以前阿美族的女生要结婚，一定要会绣哈罗服的上面的花样。加油哦！这个交给你们，不要永远都交给机器嘛，机器总有一天会生锈。哦，然后非常感谢你们，我的话讲的太多了。那我今天不是因为我的朋友架了摄影机在这边我才讲这些话哦。那非常感谢你们。如果明天你们需要我，一通电话，随时可以哦。可以的话就拍手吧。好，谢谢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的练习就。
到这里，因为时间也是有限的。你要回去休息的就会休息，那要留下来就留下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